继续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关心富邦金控昨昏暗时发布重要的消息，讲会以现金对价方式100%来合并日盛投信，总金额是大约18亿300万至20亿4400万之间，按算会伫2025年完成合并。 富邦投信董事会于今日11月11日通过吸收合并日盛投信案，富邦投信将以现金对价吸收合并日盛投信。 在伊暗时8点，富邦金控召开董事宣布，子公司富邦投信会用总金额18.03亿到20.44亿的规模，摕到日盛投信100%股权。 富邦投信长期积极耕耘 ETF 基金，发展各类主题型 ETF， 规划新形态之主动型 ETF。日盛投信则在主动式股权及货币型基金上有亮眼的表现。 两间投信公司合计并购资产规模会由7526亿提悬到8354亿，在市场依然维持伫第4名。货币型基金总规模会到1092亿，加做市场最大提悬竞争力。不过2021年也出可能有中资介入，也不是立会关注的焦点。 如果是中资的话，法令上应该如何处理？并购主要是查并购申请人有没有中资，那被并的这个如果有中资，那也是依照现在这个两岸这个条例相关的规定去处理。另外，富邦金、日盛金两工会也在去年完成合并，希望解决劳资争议。两大金控合并下卡子公司正合的最后一步，那伫股东临时会通过，但主管机关核准了后，就定出合并基准日，按算伫2025年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